宜湾东坤河市政总质询，首先伊着盐分地带艺文中心的争取，记了真侪过去质询的资料带，包括伊对2019年伫个议会质询就提出，一直到112年的9月27，询问文化局长当时要来动工，宜湾批评现在竟然沦为政治的操作，相当的不满。刚说的国土计划是台南市版还没有送中央核定。你可以把我们台南市的很多的农地，借由国土计划法送中央，把说我们这边保留文化设施用地、机关用地，现在的土地你都已经变好。除了盐分地带艺文中心的争议，另外宜湾嘛为台南的重大交通建设，包括先进捷运系统，宜湾批评市府重南轻北。几千亿的经费拢放伫个溪南、溪北甲山区的建设拢无，对此市长嘛提出反驳，双方愈讲愈大声，差一点引发口角。你看着啦，我说一起过一起啊，不是吗？一起，5期都不到西北，4200多亿都没有在西北，什么都没有。有什么领住？还说你北门新人，我不是为了面子当市长，我不是为了面子当市长，我不是为了买本艺人服务当市长。你所谓重点啊，来开始。对于盐分地带艺文中心的争取，到先进捷运重大交通建设，以及争取伫个关田设立南科4期，甲新市政中心等。因为宜湾东坤河本身嘛投入即届第2选区的立委选举，因此嘛将这几项的议案列入家己的竞选政见。希望会用带动溪北地区的发展甲繁荣。台南新闻林跟张硕伟采访报道。